年看卖哦，我看卖有好才买哦，只有今仔日哦，5000大犹太哦，记得捡到的好康哦。品牌第一品150的，小姐，3块看卖咧，这标品哦，只有要才今仔日俩哈。这话我买了绝对袂后悔啦。3块啦，这破了没有好。来，先生，3块半来，小姐，来3块半卖啦。这个头3块啦，感谢哦。小姐，3块半卖啦。多谢咧，咱客啊，化妆品哦，保养品上买哦，记得原装进口，就今仔日尔哦，5000大油菜哦，记得买哦。多谢哈。多谢啊，小姐啊。足疼的心，小看，安尼我放较轻的。唔得，爱较出力的。我赶紧好走开来搬物件，较出力的无要紧。阿母，你写我一样就会用一啦，你明仔载伫咧厝歇困好无？袂用的啦，上下班哦人较侪，你一个人无法度应付啦。这2天卖了袂歹呢，天拄仔开始的时阵，生意搁较好。若照安尼落去吼，毋免1个月，咱就用个卖完啊啦。你是安怎在咧哭啦？啊？你是毋是伤忝啊？好啊。我无代志啦，我手袂疼吼，你紧休困啦。我毋是为着忝才哭的，我讲是因为你对我伤好。我一点仔拢无值得你安尼对我。老张，2做好啊，我来叫阿母。
小叶。嗯。我要感谢你啦。你要多谢我啥物？感谢你替我照顾下母。你伫外口风吹日晒，真正足辛苦的。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啊。其实我早就爱珍惜你和阿母对我遐尔好，希望即马还阁会好。喂。小燕。不是甲你讲的，叫你别打电话来遮。我即马伫台湾。啥？这人伫倒位？落伫恁兜巷仔口。你们是不是有人啊？放手！静凯，小叶，我袂阁互你阁离开我。小叶，你是安怎来台湾的？我是坐渔船偷渡过来。偷渡足危险的呢。万一你若是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是要安怎？小燕，我问你，你还会记咱当初的约束无？既然你会记，你敢知你当初安怎讲的？你讲身份证是摕到，就要甲伊办离婚，敢讲你放袂记啊信？静凯，我有我的苦衷。我不爱听了。我只系敢要问你，你爱的人到底是我，也是迄个陈尚景？静凯，我爱的人是你啊！小燕，我就知影，你永远都袂变心的。小燕。心爱的，再会啦，一段情花，啊母亲花，可比母亲你情。静凯，小燕，紧食。哦好。哦，我们是来报道吼，摇过头是安怎？这台湾小肉粽吼，真正足好食呢。你若食无够，再搁有啦。哦，多谢。静凯，你什么时阵要走？我无要走，我对你袂放心，我要留落来。敢讲你还阁唔相信我？不是，是我后悔啊。当初时，我应该为着我伫厦门做生意所留来的债务，才害你爱牺牲你家己来台湾受这样的委屈。即马除非你甲我做伙走，要若无，我绝对无要走。我真无简单，才摕到台湾的身份证，会当留伫台湾趁钱，我袂当放弃这个机会。静凯，我袂当和你做伙转去，你搁予我耽误我时间，我一定会证明我对你莫阁讲啊！代志行到这个地步，拢是我唔对，是我害你无幸福日子通过。唔是，是我家己甘愿的。总共一句，我袂信任台湾人，我要留来照顾你。搁再讲，我无钱，是要走去倒位去？钱我会当替你想办法啦。这里边烦恼啊，包括船头家约好啊，
伊找石头互我走，大家拢伫咧讲，台湾钱伊卡吧，我想要试看卖，看有才调，趁一条大条的。我甲准头个以为时间差不多，我会过来找你。 金凯，你安尼敢袂介危险？你敢唔惊？我啥物拢唔惊，我感觉惊台湾人欺负你，我会搁甲你联络。 金凯，上囝、阿母，大家拢对我足好的，无人欺负我。金凯，我是要安怎才好？ 小燕到底是接到什么人的电话？来出去遐尼久啊？阿母，阿囝也食饱，出去上课啊。我嘛食饱，剩你还袂食啦。哦。 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甲阿母讲。拄则迄电话是啥物人敲来？哦，是我伫小的客户啦，要来甲我讨钱的。啊，遐个钱，毋是拢解决啦？哪会还阁有啊？这是同尾仔一个啦，尾仔才找来，我惊你担心，所以拢无甲你讲。 啊，是阁欠人偌济15万啊？15万。啊，即马厝内底也无遐济钱啊啦。啊，人是当时要伫啊？这几工啊，好啦。 我来想办法。阿母，请你原谅我。啥？15万？哦，爱甲要有良心，甲你母到这个地步，还要搁甲你讹钱哦！师傅娘啊，啊你互母到这个地步，你还袂惊，还要搁相信你？哦，啊你真正食老哦，头壳歹去啊老你。无啦，师傅娘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你也较冷静诶。 啊，甲阿囝啊参详一下，问是爱问问详细，若要听早听啦。这个代志我甲看起来吼，99%哦，一定是小燕讲白菜，你甲你骗的啦。师傅娘，唔通遐软心啦。啊，这款代志哦，我今日用骹头有看我就看有啊。啊，你巧巧的人，敢有可能看无了？你这个大陆新妇哦，知影你无钱啊？这15万若去互恶去吼。 我甲你保证，绝对是阿婆啊人，敢无看的人的。啊，若唔相信你看卖。莫安尼甲我看啦。好啦好啦好啦。师傅啊，我今日这2万块会当甲你斗3工啦，互你加减啊3天啦。嘿，师傅娘啊，唔好安尼啦，唔好安尼啦，
你一定是有困难的，唔知来甲我借钱。我是唔甘心讲哦，你安尼辛辛苦苦一世人，啊以后这个大陆新妇甲你侮掉的啦。师傅娘啊，你安尼敢有迄个价值？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会啦，再会啦，一段花，啊母亲花，可比母亲你。这15万你摕去还人。连阿景啊，这个月薪水嘛贴落去啊。这阵啊，咱就爱较欠的过日。你要创啥？我唔准你怪小燕哦。伊是无甲代志处理好尔。有啥物好骂？你若骂一句，互我听到，你再试看卖咧。我毋是要干嘛啦，我干那要提醒伊啊。钱啊伤好势，唔通拍无伊。安尼上好。一摆的教训，你以后应该来了解。拄到代志，唔通惊啥，爱讲出来。大家互相体谅。互相信任，做伙来解决困难。我的意思，你了解无？我了解。阿母，你实在对我足好啊！你是我的媳妇，甲我拢同心为这家庭，我相信你。好，把钱收起来，紧去困吼。你这个大陆新妇哦，知影你无钱啊？这15万若去互伊恶去吼，我甲你保证，绝对是阿婆人敢无看人的。已经拢做到安尼啊，希望会晓甲小燕的心挽掉。啊，你的钱，我即马要出来摊转啊，互你啦。嘿嘿嘿，透早就要抱抱啊！抱你死人头抱！哦，啊你真正把我害落去，啊心塞一个兄，安尼你遐无来人开口，互你比你山顶这迄上哦，更较粗残呢。我来讲哦，我的钱2万块，你用去倒去？心机去食查某啉烧酒，抱抱女人。你已经知影？哈，你真正是安尼哦？哦，你有够无良心的呢！我逐工从透早给你抱到晚上，你抱无够，你搁去找别人抱抱。好啦，我坦白甲你讲啦，我迄2万块吼，摕借师傅娘啦。你摕去借师傅娘要创啥？啊，师傅娘都讲吼，要装15万，互小燕摕去还钱啦。哼，又搁是小燕，这小燕有够酷哦！安尼一直甲师傅娘啉钱，啉甲师傅娘拢无钱啊！哎呦，今天不要去做工了，我很生气。来找小燕，咱两个好好甲教死一下。卖啦，安尼师傅娘啊歹做人啦。又搁是师傅娘。好。